，groupbuyer.com 着數優惠，1845港元就可以入住珠海瑞吉酒店。呢個 staycation 套餐真係抵到爛啊 Tilda！ 酒店坐落喺珠海中心大廈41至72層，喺雲端之上可以飽覽成個大灣區嘅無敵海景，仲可以睇晒珠海同澳門嘅繁華景致，地理位置超正，就喺橫琴同港珠澳大橋口岸旁邊，同澳門只係一水之隔，過大海玩超方便。食貨門有福啦 Tilda 酒店有各式美食等你嚟發掘，仲有伊瑞水療幫你洗走疲勞，享受極致奢華體驗。最正係酒店仲提供免費接駁車去長隆海洋王國，玩得盡興又輕鬆，快啲透過 GroupBuy 預訂啦，仲有額外折扣優惠，真係抵上加抵。屹立於灣仔海畔的珠海中心大廈，傲具大廈41至72層，雲端視覺俯瞰開闊的大灣區海景及珠海、澳門繁華的城市景觀。大灣區海景，地理位置優越，毗鄰橫琴和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，與澳門僅一水之隔。十字門江景大床房，開啟舌尖美食之旅，或前往伊瑞水療，定製煥發身心的車重體驗。十字門江景雙床房，酒店提供前往長隆海洋王國單程班車，助力愜意出遊。瑞吉走廊、秀餐廳、室內恆溫泳池、健身房、十字門風景、酒店外景。按下面訂閱按鈕，追蹤我哋着數優惠。有你哋嘅 like 和訂閱，會鼓勵我哋製作更多內容。即刻上 groupbuyer.com 啦！